松松的谢谢我们这个的把本来下面个他就透过给运动用的帮助的，推荐他城内居民跟运动部这些东西。因为呢，这点具体不能是必须提高的。然后如果有一马这个你来呢这些呢，可能我来的加入了，我是这代两这个钱我的，我这个我钱我马上就会马家我给你，可能我马给你从不到马上就7、8天的最不能说包，这样嘛，那怎么呢？那就这个，对对对，啥也没做。而且这些这些人啊，政府给他决定了，恰是朋友给我手机消费，然后我去这边吧，当然那店了完了之后，这样也就把他把更多东西拿出，他通过我们这些客人了，这样你反正那个问题都来讲了，农业经济有点，当时当然就是谁弄点把干，后头我们那个杨在弄点什么一个情况说。50把当地去问你，假如说你把现在是你愿意去从直接从从这个个人啊，或者咱们有些现在共产党就叫啥呢？他不跟这几方面连同性，他们都能够咱们那属于中国国家国家这样的快点，那就把假设咱希望把这个个人我们去做啊，他去别了这个属于当地去做。有人讲说对吧？就在之后的这个人啊，觉得我这个单位这个国民我已经比说了我那地方，然后看到你了，我这边对我这里来说的，懂吗？他就看见这种嘛，对这个就要马上，然后呢，我见到他就来说的，啥情况？就是这种有个教育阶段，就是那个面积差异，问题是主要的是差距，全面的问题就是要。就平时那种把装的地方消费，马上这样搞这点的富裕，马上你们就会就给做了。这种地方的地方，他接触到，老人可能就是交的香港的，然后第4年嘛，别人大部分的话都是说教育的话，就是家庭，然后就感觉有这个环境接。Balan, balan, jaya soha.